嚟到交易現場嘅時間，港股下晝跌幅收窄，收市險守24,000嘅。市場觀望咧美國聯儲局議息結果，又擔心內地加息啦。大市最多跌過294點，跌穿過咧10天同埋20天線，低見咧就23,844嘅。收市就24,007點，跌咗130點。成交唔算多，有641億幾。睇睇會有港股嘅情況排第一位，中人壽業績差底下咧，股價跌6毫半子，尾50咧就跌4毫嘅。匯豐跌5個先，建設銀行跌1個先，和黃咧跌咗個半。睇埋其5隻啦，包括有友邦跌咗8毫半子啦，工商銀行跌2仙，中石油跌2毫2，騰訊係勁啦，升成5個4，逆市上升。中移動靠穩，升咗5個先嘅。擔心調控底下，內房股普遍受壓，其中龍湖咧急挫成超過半成嘅。但係留意恒大3333，連咗咧就第3日上升㗎啦，創過咧就5個8毫2新高添嘅。再睇下影業股方面有異動啦，見到咧就係中國3D 數碼啦，同埋周星馳旗下嘅比高，都係急挫嘅。比高咧就終止咗配股計劃，股價急跌成2成4咁多。林業股方面，中國牧業咧就用5億咧注資咗內蒙嘅公路業務，注資呢個消息底下咧，股價一度升成6%。永寶林業亦都升成9%，收市係報5毫8仙嘅。好啦，咁聽朝再見啦。